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深圳南山。喺呢個咁繁華嘅南頭街道入面，藏住一個有300幾年歷史嘅古村落，佢就叫常興村。好多人第一次聽到個名會問點解叫常興，其實佢最早嘅名係叫福元村。話說明清交替嗰陣，順治年間，南頭鄭氏有位叫鄭日訪嘅祖先，帶着2個細佬從隔離嘅涌下村搬過嚟呢度。日訪公好有生意頭腦，佢揀咗近海邊嘅位置，開咗間鋪頭，鋪頭名就叫做常興，意思就係常年興旺，客似雲來。點知真係好旺，間鋪做到成為嗰頭附近嘅地標。村民覺得意頭好，索性將村名由福元改做常興，又叫常興圍。呢個名一用就用咗300幾年，直到今日都冇變過。講起姓氏呢，1937年之前，成條村幾乎清一色都係姓鄭，佢哋係南頭鄭氏禮祖房嘅後人。鄭氏家族喺深圳呢邊真係好有來頭，佢哋嘅先祖鄭柏峰早喺北宋熙寧3年，即係公元1070年就從南雄遷到南頭，後人奉佢做開基一世祖。到鄭柏峰個孫鄭南浦嗰代生咗鄭仁、鄭義、鄭禮、鄭智、鄭信5個仔，之後就發展成5大房，子子孫孫遍佈深圳、香港兩邊。而常興村嘅開基始祖鄭日訪就係第3房禮祖房嘅後人。順便同大家介紹一下南頭鄭氏5房，主要村係長房係鄭仁。字之微，宋朝做過八貢縣。核心村落有塘塱村、向南村，分支出去嘅有黃田、大圍、沙尾、花屋巷、大園、廳巷、黃里、塘塱、白虎頭、定家塱、巷頭、湖套、珠江頭、榕樹角、庵前即係光前村、隔田、西雍、莊邊長房等等。二房係鄭義、字之江，宋朝宣教郎。核心村係下梅林村，分支有間頭、龍崗圍、格涌、東莞山兜村、大朗村。三房就係我哋講嘅鄭禮，字之紀，宋朝義府監。核心村落係涌下村同常興村，即係以前嘅福元村。仲有香港元朗大井村，分支有紅石巷、西鄉大涌、新塘、新塘、新社村、大棚、南塘、莊邊、三房、上部、鋪尾、石橋頭、街邊村、西鄉沙頭。四房係鄭智，字之章，宋朝招爾大夫。核心係田下村、劉仙洞村，分支有西麗部分村落，仲有東莞、虎門、長安。後裔多數集中喺深圳西邊。五房係鄭信，字鐵山，宋朝成教郎。核心村落係中山、平南鄉，即係而家中山3鄉一帶，分支喺沙井、松江片區，有少量分佈。因為南頭鄭氏算係深圳廣府民系入面最古老嘅姓氏望族之一，下集我會再詳細講多啲，大家記得留意。好啦，講返常興村，後來因為戰亂再加埋西麗水庫移民等原因，龍、吳、趙、黃、劉、陳等等姓氏都陸續搬入，慢慢形成而家多姓共居嘅格局。雖然姓氏多咗，但鄭氏宗族嘅凝聚力依然好強。每年清明節，鄭姓村民都會同香港嘅宗親一齊祭祖，拜完祖先之後，大家就聚埋一齊食大盤菜。呢個傳統幾十年嚟都冇變過，真係好有人情味。如果你而家嚟常興村，可能已經揾唔到傳統意義上嘅老村，因為喺2004年，常興老村完成咗舊改拆遷，原址上面起咗現代化嘅常興廣場東座同西座，好多村民都回遷翻嚟，過住上樓嘅生活。經濟方面，常興村早就告別咗以前種水稻、種荔枝嘅農業時代，而家村集體經濟主要靠工商物業嘅開發、租賃同管理。村民嘅收入來源都好穩定，房屋出租、集體分紅，再加埋工資性收入，日子過得相當紅火。交通仲更加方便，地鐵1號線、南新路、桃園路都穿村而過，一出門口就係繁華商圈，真係做到出則繁華，入則安寧。由順治年間嘅海邊小店，到而家南頭街道嘅核心區域，由單一鄭姓嘅村落，到廣府文化同現代都市交融嘅社區。常興村就好似佢個名咁，喺時代嘅浪潮入面，始終保持住常興嘅活力。佢唔單止係一個地理坐標，更加係深圳城市化進程入面一個關於傳承同蛻變嘅生動樣本。我係家字仔，每一條村都收埋一段值得回味嘅歲月，用心記錄，只為留住這代代相傳嘅薪火。你想睇邊條村？話俾我哋知，我哋去幫你揾故事。如果你中意呢份用心，麻煩大家點點關注。深港家字同埋深圳家字，約定你，我哋下一村見。